来过一个月月，美国就要来选总统咯。最近网络顶咧传一段影片，是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拜登，伫咧连线接受到采访的时阵，竟然安尼嗷嗷大困，而且咕是咕到真大声。咱实地查证发现，这根本就是佫制作过的假影片。今仔日咧拍假特工队。 Wake up, wake up！ 美国总统候选人拜登，是不是为着竞选，规工走总伤忝嘛？竟然伫电视台采访过程当中，困甲咕咕叫，而且有250万人看过，伤喊嘛吧？敢真呢？我实际调查发现讲，选前假消息又搁开始啊，真正是误会啦！77岁拜登去用创空啊！影片当中的主持人还搁伫 Twitter 顶关讲，因当时采访的对象根本就毋是拜登，是一个演员叫做 Harry。国外调查嘛讲，当时这个黄的声音就是咕咕叫的声音，完全都是后来做出来。4年前，俄罗斯嘛，他们用骇客的方式啊，那么等于是间接协助川普，就把很多讯息啊。 好像真真假假让选民搞不清楚，但是什么整体来说对川普有利，他对希拉里不利。民测报告嘛讲，2018年启用台调的假消息数目到34亿，去年更加侪54亿。另外1140万条有收分的文章嘛启用台调。现在就是美国有不少的这个专家学者，包括一些社群媒体的大老板，他也很担心的，说这个投票率很接近的。 假账号到底如何分辨呢？以脸书来举例的话，可以从大头贴看到常常冒用名人或是人工的假美女图，个人资料也常常呈现一片空白，甚至呢可以从好友关系来分辨，因为常常呈现单一性别。民测执行长伊毛讲，选前1礼拜，平台禁止出现新的政治的广告，但是假消息无所不在，所以大家嘛是爱目睭金，耳孔乌加来，才袂去骗去。